你哋好啊！歡迎大家嚟收睇呢個傾下偈提防藥同子女健康同行系列嘅第2集。今日嘅主題係到底乜嘢係藥物、毒品同埋佢哋之間嘅關聯，以及成癮究竟係啲乜嘢事呢？好多人對藥物同埋毒品嘅概念分得唔係好清楚，或者將佢哋混為一談。其實兩者之間係有密切嘅關係，但亦有重要嘅區別。而成癮更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唔只係意志力薄弱咁簡單。咁首先我哋想講下乜嘢係藥物呢？簡單嚟講，藥物就係指任何可以影響到我哋嘅身體或者精神功能嘅物質。佢哋通常有特定嘅醫療用途，用嚟預防、診斷、治療疾病或者係緩解症狀。咁舉個例，可能你食過係嗰啲止痛藥啦、感冒藥啦，又或者醫生處方一啲抗生素啊、降血壓藥啊，咁嗰啲都係藥物嚟嘅。係正確嘅劑量同指引下使用呢啲藥物係可以幫助我哋恢復健康、改善生活嘅品質。咁毒品呢？毒品又係啲乜嘢嘢呢？毒品或者叫做濫用藥物，通常係指嗰啲非醫療用途、非法生產或者係導致嚴重身心危害同埋成癮嘅物質。好多個毒品最初可能都係由某啲嘅藥物演變而嚟，但係因為佢哋被濫用同埋對人體有極大嘅破壞性，所以被歸類為毒品。例如海洛因啦、冰毒啦、可卡因啦同埋大麻等等，都係常見嘅毒品。佢哋通常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強烈嘅影響，產生幻覺、欣快感、興奮或者鎮靜劑等作用。但隨之而嚟嘅係嚴重嘅健康問題、精神障礙，甚至係死亡。藥物同埋毒品之間又有啲乜嘢關聯呢？其實藥物同毒品之間嘅關係係好微妙嘅。個微妙之處就係佢界限好模糊。其實好多藥品嘅原始成分或者化學結構都可能係源自於有醫療價值嘅藥物。例如芬太尼喺醫療上係一種強效嘅止痛藥，但當佢被非法製造同埋濫用嘅時候，就變成咗極其危險嘅毒品。同樣好多止痛藥，如果唔按醫生指示服用，都可能產生依賴性，甚至係被濫用。仲有就係劑量同埋用途。藥物之所以係藥物，係因為佢哋係正確嘅劑量同埋合法嘅醫療用途之下，對人體係有益。但當呢啲物質被過量使用、非醫療用途或者係非法取得嘅時候，佢哋嘅潛在危險性就會大大增加，甚至係變成咗毒品。有啲嘅小朋友，有啲嘅人就係吸食呢個咳毒，即係咳藥水，佢唔係用咗醫療嘅作用，最後變成咗係個毒品。成癮嘅潛力，任何會影響大腦獎勵系統嘅物質，無論係合法藥物定係非法毒品，都可能存在成癮嘅潛力。如果係咁，到底成癮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成癮唔只係壞習慣或者係意志力薄弱咁簡單嘅，佢係一種慢性嘅腦部疾病。當一個人對某種嘅物質，例如係毒品啦、酒精啦、尼古丁啦，或者某種嘅行為，例如係賭博啦、上網啦，
產生咗強烈嘅需求，即使知道會帶嚟負面嘅後果，都無法停止，就可能係成癮。而成癮呢嘅過程通常涉及咗以下幾點嘅：大腦嘅獎勵系統嘅改變啦、耐受性啦、戒斷嘅症狀啦、強迫性嘅渴求啦，同埋影響判斷力同埋行為。大腦嘅獎勵系統嘅改變就係話咧，藥物同毒品都會直接刺激大腦嘅獎勵系統，釋放大量嘅我哋叫做多巴胺，令人產生強烈嘅快感。大腦就會記住呢一種嘅快感，並且將呢種嘅行為同快感聯繫起上嚟。所以佢諗到嘅嗰樣毒品就係快感，要呢個快感，佢就要用呢種毒品。耐受性，隨住時間嘅推移，身體又會對某種嘅物質，對呢種物質產生咗耐受性，只係需要更大量嘅劑量先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咁跟住就係戒斷嘅症狀啦。當停止使用物質嘅時候，身體就會出現一系列不適啦，或者係嘅生理同心理嘅反應，例如係焦慮啦、失眠啦、肌肉痛啦、嘔心等等。為咗避免呢啲嘅不適，成癮者會繼續嘅使用呢種物質。跟住就係強迫性嘅渴求，即使唔想再使用，但身體同心理對物質嘅渴求會變得好強烈，好強烈，導致到冇辦法自控咁去尋求同埋使用，最終就係影響咗呢個判斷力同埋行為。成癮呢會改變大腦嘅結構同埋功能，影響人嘅判斷力、決策力同埋自控力，導致成癮者會尋求物質放喺其他所有嘅事情之上，包括咧健康啦、家庭啦同埋工作。其實簡單啲嚟講，成癮就係一種嘅惡性循環。一個人越使用，大腦就越適應，就越難停止。理解成癮係一種疾病，而唔係道德嘅缺失，係幫助成癮者嘅第一步。頭先我哋講咗我而家想重溫翻第二集我哋所講嘅嘢。第二集咧，我哋深入咗頭先我哋深入探討藥物同埋毒品之間嘅異同，了解到佢哋嘅界線咧，其實係好模糊嘅。關鍵係在於用途同埋劑量。無論係醫療用藥定係非法毒品，只要對大腦嘅獎勵系統產生影響，就有機會導致成癮。而成癮並唔係話單純嘅意志力薄弱，而係一種複雜嘅慢性腦病同埋疾病，會徹底改變大腦嘅運作方式，令人難以自控。理解呢啲嘅概念係我哋進一步認識藥物濫用問題嘅好重要嘅基礎。我希望今集係幫助到大家釐清咗好多嘅迷思。咁下一集咧，我哋預告一下嘅就係我哋將會更深入嘅探討一個令人好心碎嘅話題，芬太尼濫用嘅問題。到底芬太尼呢一種強效止痛藥點解係變成咗致命嘅街頭毒品嘅咧？佢對社會同個人又帶嚟啲乜嘢嘅巨大嘅衝擊嘅咧？咁咧就請大家期待我哋嘅第3集啦。